台中新社2万外丛的沙库拉最近已经开6-7成，花期会当持续到2月底，唔免出国就会当看到真水的沙库拉。 樱花色水，红叶红叶，互人看甲心情真好。伫咧新社樱木花道路边种樱花树，即马搁伫咧开花。沿路有步道，互民众会当哪散步，哪欣赏花蕊。这就是很悠闲啊，没有什么车子，小孩子也可以来这边野餐啊。 还不错。公所今年嘛头一摆和在地业者合作推出樱花币，民众来赏花，顺续来到新社地区的店家消费，规当享受三美术的活动。我们为了推广这个樱花的一个旅游，我们今年有结合优惠店家做一个优惠折页。即马樱花已经开卖6-7成，预计花期会开到2月底，欢迎民众来这赏花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